你和郭宝胜啊，你和什么这个王导啊，你和这个一帮子假牧师，你在美国你到处招摇撞骗，你竟然是你说你多丢中国人吧？很多新疆人根本不知道咋回事，替新疆人说话。新疆的朋友们，你们但凡长点脑子的，在华盛顿问问啊，傅西秋是怎么说新疆人的啊？我多次见过政府官员都说，傅西秋说新疆人大多数是暴徒，不应该救，很多都是恐怖分子啊！竟然很多新疆人和傅西秋走在一起去。我请问一下新疆朋友，傅西秋给你们干过一件事不要你们钱的吗？傅西秋真给你们干过一件事吗？傅西秋在美国是怎么说你们所有的新疆人的？这新疆朋友，你们擦亮眼睛吧。不问天了，不明地还有多少里？求求风啊，求求雨，快离我远去。山也多，水也多，风多。